最貴蝦餃一件45蚊，全港最貴嘅蝦餃王就係御滿坊嘅翡翠官燕蝦餃，同埋金箔鮮蝦魚翅餃。聽個名就知矜貴，一籠2隻要90蚊。不過少年食神就話：萬變不離其宗，我哋要食最原始、最好食嘅味道，就應該要食翻即係最傳統嘅口味。佢最中意係名人飯堂福臨門嘅蝦餃，都唔平㗎。外表就平凡得多，但係內涵就唔講得少。材料用海蝦、冬筍同埋自製豬油，蝦餃就由55年經驗嘅立哥主理。睇下師傅啲功夫啦。佢話最高難度就係包餃，一隻起碼要有10碟先算合格。學師仔要2-3年先包得到。同樣賣咁貴嘅，仲有國金軒嘅蝦餃，鋪晒金箔，好睇又好食。市面嗰啲通常都係用冰蝦嘅，咁我哋即係注重蝦餃咧，就要用海蝦咯嚇。師傅仲話要整又薄又靚嘅蝦餃皮，唔可以用死力啊！